釘釘新手指南，快速了解釘釘文檔。釘釘文檔是由釘釘推出的多人在線協作文檔產品，不僅有強大的在線協作能力，還支持設置文檔封面、分欄排版、插入多種元素、智能工具段落鏈接等多種亮點功能，讓你的內容創作更輕鬆，寫作更高效，體驗更愉悅。在釘釘左側工具欄進入釘釘文檔，點擊新建一個空白文檔或進入模板中心，選擇使用模板創建，快速提升工作效率。在文檔中，你可以設置文檔封面，也可以上傳自定義圖片，讓你的文檔更美觀。在文檔中，你可以打開大綱，顯示各級標題，點擊即可快速跳轉至內容。編輯文檔時，你可以通過輸入斜槓、插入圖片、視頻文件、多維表、高亮塊、音樂、視頻等豐富內容，將散落的信息匯集在一份文檔中，實時動態更新，讓你的文檔活起來。在文檔中艾特你的同事、合作夥伴，一鍵發送釘釘消息，同時在文檔中創作內容，還可以在文檔直接或詞評論溝通，共同完成工作任務，提升工作效率。你可以將文檔便捷地分享給公司同事、合作夥伴、家人朋友，文檔內容實時更新，不用再擔心出現多個版本內容，並且對不同的人靈活設置文檔權限。在編輯文檔時，若想查看並恢復歷史版本，可點擊菜單欄中的文檔，點擊查看歷史記錄，在文檔的右側面板即可查看該文檔的歷史編輯記錄，輕鬆恢復歷史版本。你還可以用文檔推進工作任務，開會討論出行動計劃，可以在文檔中插入待辦一鍵轉，為釘釘待辦提醒同事完成，提升團隊執行力。在開會時開啟閃記，實時語音轉文字，幫你輕鬆記錄會議紀要。與海外同事協同使用智能翻譯，21國語言自由轉換。內容創作開啟智能糾錯，幫你避免常見錯別字和拼寫錯誤，省心省力創作高質量文檔。當需要進行工作匯報時，你還可以直接將文檔一鍵演示，秒變 PPT， 幫你免去製作演示材料的煩惱，還提供編輯分頁、激光筆演示設置等貼心功能，幫助你更好完成工作匯報。協作就用釘釘文檔。以上就是本期視頻內容。想要了解更多最新的文檔使用技巧，可點擊右下個問號，進入幫助中心去了解吧。